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位於九龍站地鐵上蓋君臨天下，面積750尺，一廳兩房兩廁一個工人房嘅住宅單位。咁今次係我哋第一次同內地嘅室內設計師合作，客人嘅要求就係拉喼入住。咁對我哋嚟講亦都係一個新嘗試同埋新體驗嚟嘅。咁我哋而家睇下呢個單位。玄關呢個位我哋就將工人房縫牆打咗去，咁就偷位做咗一個鞋櫃出嚟。咁而飾面我哋就做咗個玻璃鏡面啦，令到客人每次出門口之前都可以照個靚靚嘅。咁嚟到廚房啦，咁客人就話咗俾我哋聽佢需要咩家電，咁我哋就配齊晒所有家電，成套櫥櫃就同佢製作落嚟嘅。咁而牆身磚同地磚我哋就用咗白色嘅雲石紋，令到成個廚房望落去都可以光猛好多。好啦，嚟到飯廳最搶眼嘅地方當然係呢一幅弧形嘅特色牆啦。咁其實客人佢只係俾咗幾張相片我哋就揾牆紙廠去度身訂製出嚟。咁為咗配合翻呢幅牆紙嘅風格啦，我哋亦都選用咗實木嘅家私台凳去營造翻整體嘅氣氛出嚟嘅。咁另外亦都可以將客廳同飯廳去做翻個區分嘅。呢個單位嘅樓底有10尺高，所以全屋就算做晒假天花都冇壓迫感嘅。而做假天花嘅好處就係可以遮咗啲橫梁啦，同埋喉管之外亦都可以設計燈槽，增加個層次感。全屋嘅燈飾同擺件家私我哋都係單憑設計師一張相而特別訂製出嚟嘅。原則係2房單位，設計師將2房變成一間主人套房。而主人房2道趟門就用咗對趟接門嘅。一入到主人房就見到牆身用咗呢一幅不規則嘅牆布嚟做嘅，但係其實呢幅牆布除咗做特色牆之外其實側邊呢組大衣櫃嘅飾面板都係用埋呢一幅牆布，所以我哋喺呢邊 plan 埋佢嘅時候就全幅牆身都成為一體化啦。睡房有一個直身櫃同2組大衣櫃嘅。咁而呢一組大衣櫃係一個間隔櫃嚟嘅，將客廳同主人房分隔起嚟，咁就唔使特別去砌一埲磚牆啦。主廁空間比較大，除咗砌咗個層架放置沐浴用品之外亦都特別砌咗張凳仔，讓年長嘅客人可以坐喺度淋浴，而減少因為濕滑而跣親嘅機會。當然洗手間亦都揀咗用 R10嘅防滑磚啦。淋浴間呢個牆身磚係客人好中意嘅一個作品，我哋亦都特別揾廠家去訂製而成嘅。客廳有一個小小嘅客廁，方便俾客人使用。雖然麻雀雖小，但都五臟俱全。工人房就做咗上面係床，下邊係衣櫃嘅設計。就算偷咗少少工人房嘅位置嚟做鞋櫃都非常夠用嘅。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日嘅介紹。咁如果有需要設計同裝修嘅業主都可以隨時同我哋聯絡㗎。